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湾数位工程科技集团响应着净碳的活动，号召着100个员工到家己当招的5股湿地来净碳。无到1点钟，就清出着将近400公斤的海洋垃圾。这个集团嘛，甲家己县政府来签订着海洋环境的认养书，展现着企业守护海洋的决心。金周刊发起台湾数位工程科技集团主办的星海行动1095净碳活动，总找员工阁有清扫的上百位，做伙伫嘉义县东石乡5股湿地南岸，做伙来捡海洋垃圾。大家对海岸线捡垃圾，无到1点钟就捡卖400公斤，看得出海洋污染的严重。那要爱护、守护我们的家乡，其实不用做很伟大的事情哈。那我们可以从自己身边开始做起。那我认为呢，这是一件让我们最感动的事情。星海行动毋但是摒海洋的垃圾，另外嘛做塑胶干仔叠工堆，这塑胶干仔拢会进行加工整理，变做拖鞋，而且拖鞋下底阁有台湾的图样，上顶大部拢有台湾队的向前行。除了响应星海行动以外，嘛认用5股湿地南岸，和嘉义县政府做伙守护嘉义的海岸线。签名来表示我们邓行抗哈，我们开始认真关心这一块土地哈，总共有3公里哈，我们要共同守护这个海岸线，让它更美好。环保爱地球，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回收，做一个循环经济，这对整个台湾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除了透过行动找民众做回来净滩，嘛开放社区的海岸线，予民间单位来认养，予愿意为环境付出的机关团体和民众，共同为台湾海洋尽一份心力。